日前相約一眾老同學嚟到位於銅鑼灣一間集團式經營嘅中菜館晚飯。當晚第一道菜係菜遠炒生斑球，味道唔錯，不過不失。跟住係慢烤脆香茶分鴨跟荷葉餅，茶分鴨皮脆肉嫩多汁，配荷葉餅、子薑、鴨醬夾住一齊食，爽而不膩，值得一試。再嚟係蘆筍山藥炒藕片，山藥藕片清甜爽脆。跟住係鐵板洋葱豬扒，豬扒軟腍多汁。呢個係南乳粗齋煲，淡淡嘅南乳香，軟滑入味。炭燒安格斯半熟牛肉沙律，牛肉有少少臊味，但可以接受，配以沙律清爽可口。香烤深海白鱈魚，香烤處理，表層酥脆，肉質鮮嫩。菠蘿咕嚕肉，外脆內嫩。豉汁帶子蒸豆腐，帶子鮮甜，豆腐軟滑，配以豉汁蒸煮，使三者味道互為融合。最後一道甜品龍鬚脆蛋散，蛋散唔太甜，龍鬚就稍為甜啲，但係二者配合有恰到好處，賣相特別。當晚結帳時一台10人，人均消費250蚊，價錢適中，食物多元化，品質整體唔錯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、按讚、留言並且分享。